想袂到哦，考古的后壁有遮尔大的学问啊！不管是安怎学、安怎称、安怎测量，拢有足侪美学伫咧内底。啊，我小赶一下时间，因为听讲吼，伫咧海边啊，嘛有一个遗址哦，啊，迄个遗址甲大海嘛有关系，等下去看一下。离古早的台东港25公里远的太麻里海岸，伫咧2003年的时阵，就去互道观风台破坏去啊！啊，结果呢，想袂到讲，大家煞因为安尼，发现这片点伫咧海边的旧香兰遗址。其实普遍考古学家看到古早先民的遗址往往拢袂点伫咧海边。敢讲这道就可能是3-4千年前的台东港啊！咱会当想象讲，这个所在是一个足长的沙滩沙坡。伊遮是拄好是太麻里溪的出海口。到民国92年的时阵，这个遗址到海边啊，差不多剩30公尺尔。是哦。是所以变成食起啊到遮，所以变成讲，这个所在较早无人相信讲遮下头是有遗址哦。伫台湾来讲，史前的遗址来讲是算讲量是介大的吼。对，阮学的一个小小的所在，就学几百万片哦。哇！几百万片，毋是几百片啊，百万片啊。这当时伫差不多2000年到1000年中间是足大的人口伫遮咧生活的所在。这片看无人，嘛无咧种做海边。点伫咧老师的心目中，竟然是一片宝地呢。若讲2000年前，这搭就有咧住人。按古早的习惯性，船停好靠岸的所在就是港，附近的太麻里溪，敢讲也有可能是2000年前的台东港呢。这遗址若是靠近海边，会当代表啥？因为台湾的海是毋是足平静的海，是有洋流，有季风。还有风台所以台湾的古早人真少会选择伫海边啊住，足少迄个史前的遗址是出现伫海边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，对，有海贼。所以变成讲因需要避免是海贼的攻击。几乎啊，所有的史前遗址拢伫迄山顶、山坪。较悬的所在，袂去水淹着，袂去简单就去攻击迄个所在。旧香兰遗址，毋若讲是点伫咧海边即个特色，甲人无共款。老师嘛讲对即搭挖出来的文物，嘛甲伊早前伫咧别位看到的，哇，是足无共的。迄年民国92年咧挖的时阵，按4月到8月。有8个风台，哎呦，很漂亮。我一届就去台一届，我一届台一届。是哦。老师，你头拄讲，遮学的物件是甲别个所在足无共的，遮特别的所在是伫倒位？这个遗址是这个台湾的史前时代上发现上早黄金的所在。我推测来遮做木业的人的目的，之一就是找黄金。是哦。这个所在较特殊的用做者骨角器，就是用动物鱼啊鹿啊鱼啊做的骨头来做器物，上特别的做者鱼膏啊。因为鱼膏的数量有够济啊，是应该是目前为止是台湾上济鱼膏啊。有做者种上大机，遮大机。遮大机的鱼膏用遮尔大的鱼膏啊，伫咧近海无可能用遐尔大机，所以讲一定是有真好的技术，航海的技术去较外海用遮鱼膏啊。没错，有咧炼铁，有咧做玻璃，用黄金，算讲伫迄差不多2000到2500年的时阵，这是比较讲是台湾上发达的所在。而且挖到真济鱼膏咱就会当推断讲，迄当时住伫咧遮的先民定着一定是靠海食海。
另外嘛猜想讲，因也有可能是行水路，去甲外围的文化、贸易甲来往，毋才会去学着遮尔啊侪在地无咧出产的文物。这个位置，你讲较早伊伫遮是因为有人要来贸易嘛，但是为什么要伫遮？毋是伫咧台湾别个所在？好问题，好问题。如果伊是真正含外口做海上贸易的人有接触是2500年，但是我相信。这毋是台湾含外口的文化接触的上早的位置，哦，伫个较早17时代，哦，都足侪证据讲，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一直到越南，含台湾期间有贸易的迄种，有这个记录啊，有这个记载，有这个现象存在吼，所以伊这并毋是讲上早的所在，对，啊，这个应该是有一种。口耳相传，一种历史，吼，他讲，因为咱台东是伫17时代是上侪物质的所在，有玉啊，吼，玉啊是对当时伫17时代是一种重要的贸易物资嘛，阿西部，所以其实伫17时代来到东部是一个取得物资是上容易的。上容易的所在，可能有这个原因，想无到讲，现主时哦，看到这片遐尔啊平静的海岸，竟然有可能是2000年前台湾上届国际化的一大所在。老师嘛讲哦，伫咧花莲啊，阁有八里出土的文物，拢甲故乡内遗址有牵连。假使哦，过去闹热的台东港有影存在。安尼应该就是遮哦。